免不大，像美国客栈，恁客栈会免话，免这都是，恁客栈会免话。年女，不是，一在慢慢海量，也买啊，也买澳本啊，澳本宁波，澳本宁波，休C，这最，早黑桃，早黑桃，桃单椒，冒海，单椒写这个，单椒冒海，海金唔杯，海金唔杯，冒恨，买杯，买澳本宁波，休写这最，早黑桃当椒，冒黑海金唔杯，也买澳本宁波，休息，就是心里饿，这个息就是这个累积累的累，读这个息，汉语读音可能是错误的。休息这最回家，早黑愁绪短叹，早黑桃当椒，当椒是半怒，当空，当着半怒，冒就是很绵软，就是没吃东西是很软绵绵的，就是毛就是绵软的意思。海金会痉挛，不知道会不会痉挛。海金，也买澳本宁波休息这最，早黑桃当椒冒海金买杯。他就是没吃饭走到半路呢，身上绵软没有劲，会痉挛。海金买杯当椒，当是半路会这个没有劲，绵软毛软
冇恨冇害，海金买杯。这个西就是这个起来的那汉字的读音是错误的，汉字的读音是错误的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承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娘娘抱海。